生。今日嘅視頻咧就主要講解香港嘅一位武打男明星咧梁小龍嘅八字嘅。咁喺今年嘅1月14號啊，就因為心臟衰竭咧就係往生，終年咧話佢77歲。咁我將77歲同74歲嗰兩個八字咧作一個對比嘅。咁我認為佢唔係77歲，係74歲先啱嘅嚇。咁呢個係佢個八字。佢係屬兔嘅嚇，辛卯年丙申月辛巳時。我覺得呢個先係正式八字嘅。1948年嗰個係唔啱㗎。咁我哋首先睇睇佢八字先啦。佢嘅八字辛金日元，出生於辛嘅月份。喂，透咗金出嚟，咁呢種叫劫財格。咁劫財格嘅人咧，就首先中意學武術，中意武打，喐嚟喐去。咁其次就係好講義氣嘅，即係唔會計較對錢財嘅花費，即係好對朋友係好講義氣嘅。即係有咩困難，佢係第一時間幫助朋友嘅。咁呢種就係叫劫財格嘅種命格嗰種特性嘅嚇。咁其次就係佢呢種八字，呢個自身合、丙申合，佢係一個非常之隨和嘅一個人嚟嘅嚇，因為自身合、丙申合嘅，即係唔會話嗰種耍手段嗰種命格唔似嚇，佢唔係嗰種人。並且佢個八字劫財格嘅人係中意競爭，係中意武術嘅，係好中意自己嘅工作嘅。從呢個八字都可以睇到嚇。咁辛金出生於呢個辛嘅月份，喂，劫財旺，可以身強。你身強，你要證明自己一定係要對事業好執着，做到最好。所以佢個八字嘅用神係要水木，佢對名譽同財運嘅追求係有好激烈嘅，即係我所講嘅係好激烈嘅衝動嘅，即係好想做到最好嘅。嚇，從呢個八字係一個非常之勤力嘅一種命格嚟嘅嚇，呢種叫劫財格，要水木，即係我哋所講嘅食傷生財格。咁所以佢係好中意做生意，同時咧呢種命格嚟講就係一生會財來財去，就係好中意投資呢種命格嘅。因為劫財碰七煞啊，劫財碰上正官啊，即係好中意投資股票啊、投資買賣做生意呢種命格。但係一生當中咧，好容易就係即係我哋所講嘅財來財去咯嚇。咁佢喺91年到91年到2001年咧，係10年咧係叫破財運嘅。咁我一陣會詳細話俾你聽嚇。咁辛金出生個辛嘅月份咧，佢八字嘅用神咧，佢係身強，用水木食傷生財嘅格局。辛金一定要見壬水，但係個八字原局係冇壬水嘅，咁所以佢格局係會稍微低啲。即係如果佢八字係有壬水咧，咁佢嘅名氣度可以直逼李小龍嘅，成為一代武打巨星嚇。咁但係佢而家都非常之出名啦，梁小龍。我哋首先睇佢人生際遇嘅第一個關鍵嘅流年就係庚申年啦，1980年。當年佢就係30歲啦嚇。咁30歲呢個運咧就出名嘅嚇，剛好行用癸巳運。咁癸巳運咧就稍為差少少，冇壬辰運好。點解？因為癸水嘅力量唔夠啊嘛。因為辛金係中意壬水嘅，中意江河之水嘅洗，令到個金閃閃發光。光芒萬丈，但係癸水嘅力量咧就差好遠啦嚇。咁佢喺呢個大運癸巳運嘅庚申年咧，就拍咗一部非常非常出名嘅一部電視劇，叫做《霍元甲》。佢喺裏邊就飾演陳真呢個角色，紅遍大江南北。庚申年咧，我哋首先將佢嘅流年大運咧寫出嚟先啦。咁佢喺呢個大運流年咧，有咩玄機入邊啊？嗱，金生水，自身合水，自身合水，自身合水，合咗好多水出嚟，係佢嘅用神嘅大運流年。所以佢點解喺呢個流年出名？30歲，其實從呢個八字嘅大運流年就係個水旺，個水旺嘅時候令到佢突然間爆紅，一夜成名。
再加上個自火係咩啊？自火係官啦，官就名氣嘛。嗰啲名氣自動揾上門，即係我哋所講嘅，喂，我唔想出名，但係嗰啲名氣自動嚟揾我嘅。你唔想出名都唔得，即係叫做官來合我，係咁嘅象嘅。即係佢係意想唔到，即係拍嗰部電視劇會一夜成名嚇，叫官來合我，係咁解釋嘅。咁所以做網紅嘅朋友啊，你睇下你嘅八字有冇官來合我，合成你嘅用神嘅時候啊，你喺嗰年咧就會一定係大爆發嘅嚇。特別做網紅嘅朋友嚇。咁佢喺1981年嘅時候就轉大運啦，壬辰運。咁壬辰咧係好運嚟嘅，辛金見壬水，格局提升嚇。咁1981啊、82、83、84、85呢5年咧就拍咗好多電視劇嘅，都紅遍大江南北嘅。咁當然有陳真啦、霍元甲乜等等啊。咁佢行到去1986年咧，行個辰運嘅時候咧，就個運咧就係會都冇咁好啦嚇。咁行到個運嘅時候咧，就係因為壬水係結束咗㗎啦嘛，行到轉到運嘅時候，佢就翻嚟內地做生意嘅。咁我認為佢做生意係失敗嘅。點解？江先生話俾你聽，因為佢個八字係要水木啊，要水木嘅人咧係劫財要水木嘅人係好中意做生意。咁但係咧就好容易財來財去，因為行到個運嘅時候，辛卯叫暗合，個財被合住咗，財被合住咗係喐唔到嘅。即係發生件事就係我投資一筆錢落去嘅時候被套住咗，比如買股票啊買筆錢落去之後啊蝕咗跌咗套住咗用唔到，呢個其一啦。其二就做生意抌錢落去之後投資落去嗰啲錢被套住咗啊，一直蝕，叫追住嚟蝕啊，叫追住嚟蝕就係咁意思啦。咁佢喺41到51係人生嘅一個最唔好嘅運嚟嘅，佢一定係蝕到好多錢。再加上天干嘅辛金劈住個卯木，叫財來財去，投資必然失敗嚇。咁我當佢人生嘅際遇行到51歲嘅時候咧，就轉大運啦。咁轉大運咧，呢個話好運嚟嘅，行木運喎。木運咧叫人生自三刑。佢就喺2004年啊，我睇翻呢個流年咧，2004年51、52、53、54歲，54歲就拍咗一部電影。咁呢部電影叫大家都睇過㗎啦，功夫同星爺合作嘅，叫《火雲邪神》。咁佢飾演咧叫火雲邪神。咁聽個名已經知㗎啦，個火係好旺㗎嘛。個火佢係辛金日元，火來合我，代表名氣來合你，又突然間又爆紅啦，就喺甲申年。係咪好奇怪？佢個八字行到行到木火嘅流年嘅時候就係呢種命格。咁其次就係又自身合甲申年嘅時候，又係自身合水，個水又係好旺嘅，水旺辛金中意見水，又係出名啊！咁其次就係我哋解釋呢個大運嘅流年嘅象先啦。嗱，佢行呢個運嘅時候叫人生自三刑。人生自三刑嘅時候咧，第一人生自三刑叫驛馬嘛，所以佢係翻嚟內地發展自己嘅演藝嘅自己嘅演藝行業。人生自三刑。呢其次就係人生自三刑咧，叫三刑逢衝，叫喐，所以佢咪拍嗰啲武打片咯，功夫片咯。即係如果佢唔拍武打片咧，就一定咧就出唔到名嘅。你要應咗流年嘅象，人生自三刑嘅象，你先可以出名嚇。剛好喺2004年嘅時候，拍咗部電電影叫《功夫》再次出名。咁佢個運咧都係好嘅，因為始終行到木嘅運嚟講係個財運嚟嘅。咁但係呢個運嚟講，人生自三刑始終係辛苦啲，喐來喐去啊，動來動去啊，咁係應咗個象，咁佢咪拍戲喺內地發展啊，今日去呢個地方拍戲，明日就去另外一個地方拍戲，咁咪應咗個象咯，佢咪會好運咯。咁但係人生自三刑咧，就係有一個地方唔好嘅，就係雖然你有名氣揾到好多錢，但係必然有多是非嘅。咁佢喺2008年咧，就係公開就鬧阿星爺嘅，
咁話星爺對佢唔尊重啦，咁其次就係即係我所講嘅，佢拍咗片收唔夠錢啊，可以咁樣睇佢屬於丙午流年啦，丙午流年咧，丙午流年叫子午衝啦，子午衝火係生土，咁佢嘅健康咧一直都唔好嘅從於個大運流年都可以睇到，因為火生土，印星太旺嘅時候，你咪會病啦，印旺咧就會病。其次就子午衝，咁子午衝咧，子同午衝埋一齊咧，打埋一齊咧，通常代表心臟啊，個火代表心臟，子午衝或者係糖尿病啦，心臟容易出問題啦。咁剛好就係2025年嘅陰歷嘅12月，陰歷啦唔係陰歷嘅12月，剛好今個月2026年嘅1月份咧，剛好就係子午衝得最犀利嘅一個流月，所以係喺今個月往生嘅。咁今日嘅視頻咧，江先生咧就係講到呢個 moment，即係如果大家仲有咩問題嘅，就可以問我江先生。